你有冇試過見到啲相心啊咩事啊？其實背後嘅故事係呢個 BB 當時嘅醫院，醫生話你有麻疹，過咗一陣，醫生又話唔係麻疹喎，完全唔知咩事，祝你好運啦。但係有乜嘢睇下啦，睇下個結果。咁我有佢哋幫佢哋呢個又點睇？呢個12歲女仔有嚴重牛皮癬，搞咗8年，佢真係唔肯出門，連學校都唔返。3個月之後。咁或者睇下呢位婆婆，就係好似面部神經痛咁樣，短短3個月時間就搞掂佢，到底係咩事啊？OK，咁講翻正題呢，呢個故事呢，其實有成107年咁長。最開頭發生咗俄羅斯沙皇時代，佢喺科學家發現嘅游牧羊人會用羊腸偽裝食物同牛奶。係啊，我啱啱講過啦，係咪羊腸？用羊腸裝住嘅食物同牛奶冇變壞，但係屋企擺嘅食物就好快變壞，好奇怪喎。咁我哋快轉去之後，去到80年代，有個俄羅斯科學家去唞日本。喺日本大家都講緊生物戰爭有幾恐怖，嘅細菌有幾勁，會點樣摧毀人類。係返到屋企之後，真係嚇親嘅。佢就話：我哋真係要諗下辦法。不過佢哋向前望去，創造新嘅，反而係翻轉頭嘅歷史，翻少少過去，去到沙皇時代，研究羊腸入邊揾到嘅細菌，仲有一位俄羅斯人，因為提出一個理論嘅諾貝爾獎，就係話其實老化可能真係因為你腸入面嘅壞細菌發酵，搞到你身體變差。總之，佢哋就揾到一種好特別嘅益生菌，就係喺羊腸入邊揾到嗰隻啱啱講嗰隻。佢哋仲推測呢隻益生菌同 BB 喺媽媽肚入邊時，免疫系統入邊嗰隻係一樣嘅。就算媽咪病咗，都可以防止 BB 生病。喺俄羅斯軍方就一齊開會，話我哋要搞掂呢件事。咁所以佢哋就奸咗呢個菌株。OK，佢哋就話我哋要搞掂咗一個問題先，我哋要令佢有抗生素抗藥性。OK，佢哋真係做到啦。而主要呢，呢樣嘢只係軍方先有得用，唔係一啲商業化產品。啱啱講，但係當蘇聯解體之後，你知啦，有啲人開始攞走以前屬於政府嚟嘅，而家佢哋就開始將佢哋拆開咗，話好啦，我哋賣咗㗎啦。例如石油煉油廠嗰啲，但係喺科學家攞住呢個益生菌技術，就攞住要做嘅咪出嚟。長話短説，有間公司每年做緊幾千萬美金生意，而家準備擴展去西方市場，而且已經好有規模，成績都勁誇張。而家呢，佢哋就準備擴展去歐洲同美國，所以呢條片唔係俾一般消費者嚟嘅。而家呢，呢條片係俾佢會嘅。我覺得腸道健康真係好重要。啲人嘅而家佢哋見到呢隻產品，如果你有啲咩惡劣感染啊，大約3日呢就會有明顯改善啦，好似啪一聲咁。大約2個星期呢，大部分人呢都會覺得喺呢度呢真係有咁嘅幫到我。大約8至9個月，佢好似可以完全重整你嘅腸道微生物群，而嗰度就係你7、8成免疫系統所在嘅地方。你知啦，呢樣嘢真係令我諗起人哋成日講死亡係由大腸開始啦。而家我就覺得，開始有啲道理啦。所以講清楚嘅，呢條片唔係俾一般消費者嚟嘅，我都想自己試下。呢條片係俾啲人話，好啦，我想成為帶頭開拓市場，推廣呢款可以徹底改變大家健康嘅神奇產品嘅先驅之一。特別係而家呢個時代，外面咁多病原體，你食物入邊又有抗生素，而家啲人腸胃亂晒大龍，皮膚又出晒事，仲有咁多新型傳染病喺度周圍走。我覺得呢樣嘢有好大潛力，可以徹底改變人哋嘅生活。如果你想我哋幫手將呢個信息傳開去，可以喺下面留言啦，或者問下 send 呢條片俾你嗰個人。例如，我想要多啲深入資料，因為我都有啲興趣，想知多啲資料。順帶一提，我整咗個 Dave AI，即係 GPT 你知啦，Chat GPT，我專登為呢個產品整蠱個專屬 GPT。
你可以問佢任何你想問嘅問題，因為我已經輸入咗大量資料去解答你所有問題，所以我好興奮。我覺得呢樣嘢會有用。我諗起我屋企入邊有好多親戚真係好需要呢樣，佢哋之前點都冇嘅效果。無論我哋試過咩方法，我覺得今次就係呢個